无但是伊无经会销念，伊家己土司念，就是咧保护。他电话佢接佢讲啊，安怎有个人会谈，有个人袂谈，啥物都有。了，一项，真个济人啊，咱爱明白啊，有时念一个巴厘岛是啥物啊？有当时咱历史，你看啥，或自己有人叫我去，你入关，有人讲是安怎，就人来念淡薄经。啊，秘书啊，有人说如何讲啊？唔通着犯，唔通冲着。啊，这里是一个物件啦，大人去惊犯着、冲着，所以这个本是叫做 protection，protect 伊保护咱。啊，咱有时人平安，特别听讲大位置着大火，我本爱大去念这个经，保庇好啊，唔通着这个病啦、大火啦，哈咪？这个是对有款的利益，对这个念经念这个巴厘岛，嗰这个利益，人用这个巴厘岛来掠鬼，或是赶鬼走，安尼还没是有个鬼。当然，伊用这个就是用较用的路，就是用这个较正，较这个是。专门的赶这个鬼的经，所以这种三个款的利益。啊，咱们在这念这巴厘岛啊，较多这巴厘岛是正福的话，出来的福的嘴，到伊来出来的福的嘴啊，是咱的身上secret，真正要紧的啊，这福啊，伊是安尼。真正完全的人，越话真正有力。所以那是念安尼经啊，有当时红光来，那红光来有当时即恶命来走。所以这边啊，这个巴厘岛较济是福本身的话，特别有当时是有时国家的人的话，都有呛人圣人，而有是罗汉。讲的话会经，有当时是红光好的经，红光本有好经，咱有当时有人去念，你看那真那是到买第三个我说是天公好的，所以这边咱知，你看昨晚我有讲啊，无这第三里去着运的讲啥，你看佛安怎做。伊就日教人哋啊，伊念，伊摕伊捌，佛本身的捌，地水咧念着拉丹那斯达，拉丹那斯达了，伊叫阿难达你听好，听了你摕住佛的捌，甲一个水，了摕头啊，修大人的厝，你看下晡，伊修甲。马在天光，迄个司机买沙哩啊，规个市场拢总叫一个运，伊就收着这个水啊，你看这蛇拢总走，咱未达到迄个是落雨，所以雨水啊，在这个上地拢总走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甲了啊有利益，本身来用收水，有的人讲啊，收水卖啊，这里咱唔通袂使去，是啥讲这收水无影，有，特别是讲有的人是想讲啥物啊？佛伊用收水，伊佛伊是一个完全的人，是讲听啊，有的人讲看说，你回想啥物？你回想是无啥物无心无讲完全的人啊是啥物？所以这边咱买咧 ，because 布达点声有做安尼哦，有收水，所以听啊人摕来用，咱本袂使起嫌这物件。你看佛的点声，有一个就圣，这里伊是yoga来，伊是讲啊拜佛的人，伊是外道教，这个阿爸阿妈。带伊囝是去拜这个外道教的人，咱你阿爸跪落时，你外道教的人是由你来讲啊，当火烧，他等伊妈
跪落的时讲哈长火烧，他等于讲跪落的时，伊大点点，所以啊，爸妹，先生，安怎干嘛我人跪落，我人红某跪落，你讲长火烧，安怎我的囝你大点点？安咱这个yoga，伊讲我大点点，你讲7日后你囝死，哎呀！安怎我一个囝呢？安怎做会大拢救袂？伊讲我袂救，特别一个所在，佛有伫安边，你看咩去问佛看伊会交脚手袂？所以人咯，甲了三个去找佛达，这佛达看到伊人来的时，伊阿爸跪落的时，讲长火烧，伊妈。跪落的时讲长火烧，囝跪落的时伊大点点，你看这两老人扯起来讲，惨啦，有影香，过这个大点点，所以这个两个红家都问，迄时阵安怎我囝跪落的时你大点点？伊讲因为你囝7日后就要死，哎呀，想话，迄时阵你会交脚手袂大人，我人个个这粒囝呢，所以讲，我会甲你斗脚手，安怎样斗脚手呢？你门口的你打一个名，然后我人回向，我叫我回向去念经。但你病的顶面呢，你系对个狗椅还是16个狗椅？佢拎起来门口，当然系一个狗椅。然后，你讲迄我会做，我回向不要紧，我会叫我回向去。然后你看，7日7暝伊人念经，在念经的时，回向这个灵，囡仔接当然后直直念。第7日的时，佛本心来参落去斗念，在佛在念呢，你看，拢总天经的红光，拢总直直来。然后头啊，伊一个妖怪要来夹这个囡仔，你知无？伊人养妖怪的，即系压卡，伊要夹人啊，伊本就拖灵才会使。然后伊拖灵啊，本是有正事，伊人还手，所以看伊去这个压卡，伊去交卡手4大金刚12年，做工我4大金刚12年了后。伊把你只看一个保密，一个灵啥保密安尼，讲你会使去食这个囡仔。伊啊保密讲有占声的，搞到虾米日子了，你就要，若是你无成功，就是无了。所以看你妖怪来天开了。特别你知无就佛在坐落去念经啊，红光直直来，然后大身的红光来啊，头是坐伫个灵的听经的时啊，拢总是较细红光，咱买来大红光就来啊，这细红光就无散，但我把心过来，我就无散，这个妖怪要吃这个囡仔，伊就无散个。正10里，红光来安尼坐，一直闪，伊离开这个囡仔社会，要入，到了点声，第7日伊要食的是未活的囡仔安尼，看了红光微调，看了我是较悬过伊的，所以未活去，到了点声，一堆，就对啊，无得讲 long live 这个囡仔。然后在long live呢，非常甲他停了，要在我度问佛时阵，我囝看来你讲暂时是无冒险了，但是我囝会食几岁，不得讲，伊会食到120岁，所以你看5、6岁囝要死，过食到120岁，伊这边是对倒来对这个念经，所以念经有一字是安尼啊，
伊 sometimes 会救人过一个难运。所以这个第三项我要讲给人听，就是你看这个会上古古的点声，较济会上人拢来做会上，爱入巴坐禅，伊人坐禅在伫手杖骹。了有诶翁公住伫树丛顶，会上住伫下底，人住伫顶面树丛顶，伊人卖下过会上，伊人毋敢，所以伊人有着落来。落来啊，渐渐无趁去树丛顶，伊人逐日无欢喜，无欢喜就要赶只会上走，安尼做一边，互看着头壳啦、喙齿无诶啦、阿咪有诶啦，较种无头壳诶人。看了，逐人惊，会上到了走，他哋问一句臭西味，他哋问一句像声痒，所以逐日走唔敢坐禅，要去找佛，要佛观看，才知讲什边嘅事实，什边嘅翁公藏神无欢喜，要叫人念这条经是叫做嘎拉尼亚梅达苏达，所以这个是叫做自闭经，所以会。佛教人讲念这个经，了你去坐禅那边，所以念这个经，了伊人有自闭，甲这翁公无做乱的。所以这个你看，有当时咱去大陆，毋是惊去做乱，咱来就互咱真管乱。念这个叫做自闭经是也好。第四项，这看到苏大。这看到苏大，伊是保护咱被抓夹着，夜间抓枪的，也是这个狼牙，到底打物件真正济。有时候你看我踏过去，这把有时去大，惊着我逐日要念这个经叫做看到苏大，看到苏大专门搞抓。你看我抓一把，抓唔是少真正济，特别唔捌知道做乱，我惊着无。因为有一个来这个叫做赤碰，经过不来个脑卡筋啊，筋啊，尼我发我自闭，伊无出些。这个把路无几个月之前嘅事，我抓啲做了把嘅事，抓啲事叫做龙尾。我带起来行山的时，直接抓入到我这个这固身的位，入去那边我都唔知。我特地我行山了，我来坐落去本暗坐到一堆安尼样，然后我唔知我做意思。特别人想看，但是讲我坐无好势啊，坐到一尾一头滑啦。都应来搞啊！我本是死，你还没说啊？我讲我听，咱抓去山那边啊，无厝，有厝啦，人是早起来做菜呢，做了下晡时段，到6点几7点就人转，这个山是我一人啦。因为这边人叫贵，叫贵袂用，所以这个讲死了是我人就知，死个唔知啊！我坐落去我垃圾啊！这手筋啊，安怎咧看就有手筋啊？特别我做拍插门去开，每来加几日，我朋友伊去扫啊，房地些厝仔扫咧压咗过去，把你只栽一完，死个定壳了。所以这个你看，有念这个经啊，是真正 free 的。我几哪到我捌啊？日工大只，你知巴日工唔是咱的日工，就巴日工是大尾乌金，白起我手架在啲那边，倒去时一惊是 crack， 你知有上次鱼啊会听到 crack， 吹风来看，大只，这个刚才我看，伊想猜个时间，是这个物件伫找无。枪诶，这个打枪诶啊，成个字么个大只，唔是成个咱人出来放枪诶，我成个字，咱你看这个行是你唔通讲是走落去，我去行要去帮助去苦去到落，
无好事啊，念都起落去啊！你讲当然唔知有办法，我唔敢讲啊。咱去看一个 actually 有利益，有人若是讲要去大陆巴，有人有远啊，要去顺巴，念淡薄那个去，有人要念一个，要去石龙湾，伊人会教咯，啥？虽然你是伊人念的咯，较好听，但你念的本会。嗰一个摩拉斯达是美国，咱的菩萨伊有一时出世做一个孔雀，伊个孔雀另外水，伊是菩萨来，真正水，伊达日啊，伊孔雀伊要念一个诗，这个诗啊是 actually 是讲啊是啥gata 呢gata。gata 甲 mantra 无相，即个我人就有款的记，我人就有款的回想，我人无 mantra 当人话是咒，我人无咒，我人的经甲了是 parita sutta 哦 gata。咒啊，你问你看啥？你问有回想，你念啥物？我念这个咒，啥物意思？伊无意思 ，no meaning。所以 no meaning 嘅就是咒来啊！所以我人这个无，所以这个啊，伊念吉他，这个吉他是咩啊？伊学了真下久嘅佛，安怎庄严，安怎庄严。and then 伊念了这吉他，伊讨讲，互我无人会掠着我。and then 佛教嘅尖声，就无尖一个王鸟望着。抓起这个山有一只孔雀，另外真正庄严、真正水金色的孔雀，这个王鸟就讲给十个人听，我要看这个孔雀，你叫了人了，王叫伊抢人，抓起把剑来抢，等。大家去等袂着，安怎搞的人去等袂着，伊大家日有念这个经，所以你看这经会导龙咱的，几年啊，未谈就是未谈，三百尾来王鸟死，参拜这个拍拉的人都死，这孔雀嗰啲平安个，尾来安怎做啊？尾来。八里昂的时，伊讲啊，这个孔雀真啊，而且人讲的金色，佮第二项啊，安怎当过搞的人佮当袂着？伊讲啊，佮一个即拍拉的人，我要掠这个孔雀，你都拢想办法，你想安咩啊？伊讲啊，你set未谈，我来用虾米？这个拍拉人有一只孔雀母的，这个母的啊，伊掠去北边边啊，这个母的笑起，大波就请着查某笑起头壳出昏，头壳出昏，伊无袂记念，伊袂记念，佢自己就掠。所以这句话，大家人爱讲啊，明明的形容未归美人关。所以你这朋友看，伊这个叫做摩拉斯塔真正来咯，伊无互你会着乖，安尼以后啊，你使无有几来政府啊，伊人就掠，伊叫 political prisoner，political 是叫做政治就掠。这里人唔是做啥啦？你政治这个党无效，你党要去犯罪党掠系卡古经，这个咧叫卡古经叫做 political prisoners， 伊人大概爱大啲卡古经就是念这个经，念到尾来人就放。所以这个你看，若是讲有人时，若是人放票，你人咧就乖着掠，你人念这个经，我在这里看出来。嗰一条经是叫巴里达人爱良知，咱个菩萨一直出世做这个罗屯的时，这个罗屯的点声有一日，伊达日都是念啊，伊爱念一个吉他对吧？咱有一日啊，你把着火烧，
这都就会烧了还是这个马，要下底下隆重对照，咱的菩萨伊是做这路途者，伊的舌无啥物好事，咱伊袂通背，但你袂通背，看火直直来，所以念一个压他，都是学了真较久的佛。咱你讲，若是我讲的话舌，这个火唔通刮来我，味真较济。真样会，这个火烧到到那个所在，伊停。你烧包还是真较大，你看澳洲人的烧包有时烧到1个月、2个月无停。所以你看 forest fire， 所以他呢，用这个这条经叫做瓦达斯达。有当时人头家伊factory真较济，所以人特别要去早起还是暗，伊人爱念这个。都最好诶，社会唔通互火烧，所以伫这边来看，过一项我要讲诶经就是阿达那比亚经，这阿达那比亚诶经就是安尼，我人不管是有念，但是我人念诶较底，伊巴西萨那马图萨古曼达萨西里马图西基萨皮那马图吉那等念。这条经是虾米啊？有当时我人大去打这恶物真济，爱来作乱。And then 这条经本是唔是佛的话，正是咱的这四大金刚有一日甘无点伊来找佛。安尼讲互佛听，佛世尊，你大地真正济不是爱入巴。And then 你知我大去打，即我的压卡。这妖精妖怪，真正济有诶无相信佛法经，哈咪属伊人无相信佛法经，因为伊人压卡在那边食物件，食禽兽食人，所以人这条五戒头一戒不杀生，伊人袂做，因为伊人袂做，伊人无爱相信佛理。所以这边阮世间阮遐济，有遮济人啊，伊讲佛理好，但伊袂对。你虾米属于讲头条办啊，第八道我袂做。我就过去人，真正济人讲骗我袂，我大日就要骗我，无骗我袂过。所以这个人讲佛教无好就是虾米啊，伊人袂做。所以这边你看这压卡，伊人袂对，所以伊人讲无好。伊就无好，伊人反对佛教。我一句来去界限，伊人爱作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阿达那比亚经四大经讲互佛听，讲你念安尼款诶经，有我人会来收拾这个压卡。特别看啊，人摕来用来掠鬼。特别你看大只，你解诶 commentary 有教，若是你要用这个阿达那比亚诶路要来掠鬼啊。袂使去念安尼款诶经，安尼虾米是为鬼真正歹，真正歹。唔出就是唔出，你乖唔出就是唔出。所以，这你家诶 commentary 有教，头你就要用内咯，你念主悲诶经，要靠开伊，要互伊等，啊个一礼拜。一礼拜未成功，把你才念一个。但你人若是要谈，要再看，安怎样？你人会 any moment 会来，我会 show 互你看。但你我无学这个工课，你虾米是我一个人出家，我毋是要来学掠鬼的人，我今日是要来导人做好，咱来跳出苦海，带来做好来跳出苦海。所以这个路是我人买，特别你人若是乖久爱学，点你来，唔通来到规顿安尼样。嗰一项我爱讲人听，嗰啲斯里兰卡、Burma、甲台湾啊，逐个查某有身份爱学念这个经，这个经真正对，这个是叫安圭马拉的经。若是查某念了这个经，逐个一生囝真正平安。武道有讲啊，这条经会用到370个，咱这个大劫无去。That means you can last one aeon 是这个大劫，所以这条经是真正好。是讲咱马来西亚人无啥物会晓用这个经。
something 是講 Burma especially Burma 甲 Sri Lanka 那是逐個查某那是有身份啊，伊人直直學這個經，早起甲暗伊人念這個經，而且啊短呢這條經，你人那是要學是西龍灣樣學，我會啦，我會教，特別我教咯，念經我無安尼，我老人，較無安尼，就西龍灣我就good。嗰時好特別，我人愛念這無疆界嘅經，無疆界嘅經是對破病。你看要緊無要緊，你看佛伊破病，伊不就一個道地名尊大來念無疆界嘅經互我聽，伊直直念，伊佛破病，念咗突以後了，我木蘭尊者嗰時啊，目犍連尊者甲這個馬哈加薩巴伊人本捌破病，了伊人本念這無疆界嘅經，念了好，所以特別有當時人叫我去做安怎，我阿媽真係食力要來念這經，所以有時我人念這無疆界嘅經，會好就好，袂好照因果。所以這個若是要人，所以你看西龍灣，也是我聽講這個20幾號，伊人要做 all night chanting 啊。斯里蘭卡、Burma 本是上真正對象，就 all night chanting，規暝直直念經無停。因為他們是，你看不到念這經，紅光來真正濟，咱都好。若是有當時有國間，若是無平安。伊人特別斯里蘭卡還是Burma，伊人念一個頭人做頭人，了伊人大病，伊個病是較濟是八角病人裝到對面海白布，了裝花完呢，了請8回上，還是16個回上，伊對上個不大呢，你救你囡仔，所以人做呢好耐真正，我聽講這個25號，就第3日3號。你人若是有去參觀淡薄就安尼哦。咱第7邊咱來想，咱來摕來想看。若是講咱不得逐個講 ，nobody can escape death。有我捌聽人講死袂閃開嘅對無？無人會 escape 死啊！你講通巴里達山頂這念經，會記到囡仔。所以這句話真路行無下啦。你看一個講若是死，你人袂閃開。特別聽你講念這個經巴里達山頂，你40件無死，所以真路行無下。所以第7邊咱要知，咱有影若是講老了人的火壽伊定着有定着一個火壽呢。像我哋看真久佛的講聲，人的火壽是差不多100歲。了佛佢講主直直失敗，700年減1歲，700年減1歲。他咱佛離開世間2500年，所以若是講佛的話講有影是真少。他咱2500年人的火壽減25歲。所以今日人的火壽，舊時佛的減聲100歲，他那邊減25歲，比剩75歲。所以一個人伊到75歲，伊定着差不多是講高期了。所以人若是講伊火壽高期了，如果直直念巴里達要互伊較長，袂就是袂。伊佛經上來講上我咧一個樹長。打了，如果伊什麼伊根打了無了，如果直直下水直直壓到1000個人，所以當袂講個注意起來袂。所以這個巴里達山頂伊袂救人，若是講伊火壽交熱了，但係你囡仔伊是火壽還袂交。因為有了偷因果，有時結冤個人，用這個偷因果對着伊，所以這個妖精就來收拾伊命。所以第7邊咱要知念經唔是講guarantee好嘅
第三项那是念经未道龙路，这个三项就是什么呀？好因果的对来，如果无好因果来走下手路，这个一项都未走。第二项啊，你现实谈啊，你运气也唔好，你完修的人要来找你。如果谈啊未好做好，你特日去做恶，你无迄个机会，无迄个人才，好因果要来走下手路。然后第二头一个废了，头一个失败，经未道路路是对了头因果掠路。是啊，咱来加点安尼听无出半项啊，来听淡薄，该学该捌。将去我题目，伊人甲我讨讲，安尼迄几句我大啲讲讲无了，有人讲落来，照安尼去这条经过讲过一下 ，the significance of chanting or 这个经诶，这个重要，是啊，哈密苏咱就要来念经，这个咱就要知。这里你看，大家佛教徒人啊，大人爱学渐会念经，有人正够念这个长人经，有人了念这巴利经，所以这个咱要知。他们我讲啦，这里念经原来何款的念经？最何款的念经就是讲啊 ，routine devotional，routine 就是讲常大人。早起下晡时，无论伊是回乡，还是讲在家人，其实我做在家人，我都是早起我念经。睇到我出来做回乡本时，我人早起念经。这个经我念的时啊，我人唔是讲话念要做有虾米想讲有虾米 purpose， 我人念是想讲。头一项，这个念这个经是要学会记。I remember 我会记这个佛本身讲的话，所以你看人念下一支比数巴嘎哇阿人爱会记这个佛的话，大家的佛安尼样，一项，因为人品9项一个 special， 所以头一个重要就是讲啊。咱大日念这个经呢，这头一种的念经就是讲，伊人早起下晡念，大人若是讲会晓熬拜佛的人，会人念，意思当然会记这个佛的话。第二项，甲大念你会记，像一支比数包括你会记，但是你袂晓伊meaning，袂晓伊虾米意思。所以你就要念的时，第二项你要知有意思，你就知了意思了，你念经啊，也这个利益真正有 benefits a lot。第三项，你经你念了啊，有教了啊，啥你看啥些吉祥经上，伊讲啊，阿舍瓦那扎巴拉那班迪达那扎舍瓦那。puja etang mangalam uttamang， 你念的时你要知阿舍瓦那扎巴拉那，你知意思。伊讲无好的人唔通插，班迪达那扎舍瓦那，好的人你该插。puja那，你用较完整你的人，你阿爸、你阿妈、你先生、你阿哥，还是你阿伯，你应该礼貌，有大有小。所以你看，你会晓伊话，你 understand 的meaning，了你第三项利益什么？你会做着。所以古代话就是教咱讲要，咱大啲世间人，咱做虾米物件做着。咱快乐，家庭快乐，朋友们我都看了好的人，大项一做真正庄严，安公心明真正果然。
所以你要在你要 practice 要訓練，你正講下咪你要對，你對了，你就是叫做 practice correctly， 對對。第四項嘅利益啊，你若是對你咱咪講上這你看若是講你對這個吉祥經度，你對到未來你看不到講，你直清氣直好，然後你達過是未來你要跳出河海嘅人，所以你看這就是講，你若是對着着，你會看到你嘅利益。啥物啊？你變好嘅人，你身體直直軟，你大熱心直直無，你會這個甘心直直無，然後你抓量嘅心直直有，然這個就是講 results of them 第四項嘅利益。第五項，你念經，你看最要來做回向。是最若是講要來做佛教做佛教嘅人，伊加減就要念淡薄即係武打教嘅經，你安尼逐人漸漸早起個暗念即個經了，所以逐人相，想講我睇下三個回向，我睇下叫我到地，伊人對我教，第二個本教相，第三個本相。你去斯里蘭卡一本家鄉，你逐人對了，安尼又會漸漸念起日，伊袂講天加一句，還是天，還是減一句。你話也是去到路上講，有當時我去斯里蘭卡是去印度，你看，非常我來呢，我唔捌伊人，特別我人坐落去了，我人念嘅經。行着，安尼蝦米事？我人訓練，我人無講看冊，我人會記，我人念，甲印度嘅人念，相，所以安尼嘅路，一代過一代，對佛嘅漸漸落來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無一個人天加一句，還是減一句，所以你看。伊若是講大致台灣嘅回向，還是斯里蘭卡嘅回向，還是伯馬嘅回向，還是講馬來西亞嘅回向，我就讓伊人念嘅經，人總想我嘅經，無加一句，無減一句，因這個落來的佛有啲世間嘅漸聲甲談啊，安尼啊，逐過若是回向挖落去啊，伊人念。真正病，特別腔無像，當人念當人腔，個人念個人腔 ，and then 三人念三腔，這真正一人無問題。你人念三經，唔是三經，伊是巴利經。所以，你這個逐人早起個下晡直直念啊，安尼款正式嘅經。一代過一代落來，2500幾年前，攤啊，直直安尼樣。那是古時無冊無紙，了伊人傳這個經啊，是你會記像 memory， 你冚冊，你話像安尼直直念甲300你入嚟頭殼，伊就是安尼哦，伊無機會通講啊，講唔到，安尼蝦米事啊？逐人在這個念相，若是講古時有冊，無在這印度會上寫落冊，特別會知講這個印度人寫嘅冊，伊是成功了嘅人，還是無在這伊是搬湯西嘅人？伊若是搬湯西嘅人，伊若寫落冊。人會講，我古時嘅回向啦，寫安尼款寫唔着唔會。而且經過了古時啊，攏總過了是成阿拉漢，攏會叫佛離開世間三個月了後，即係回向500個，叫做桑卡亞那大啲靈泉山，上邊一人念這個經。你看一人啲念這個經嘅時。
500岁上，拢总是4个罗汉。到一个人因为成4个罗汉啊，伊袂讲错话。有当时你看书，我都讲话，有当时会错 slip of the tongue。但係人啊，成4個羅漢嘅人 ，they can never make mistake because 伊人嘅 mind 無相，伊人嘅 mind 較了有一個正念 ，mindfulness very perfect。所以咱真正睇起頭一個桑卡亞那，佢離開世間3個月；第二個桑卡亞那，佢離開世間18年；第三個桑卡亞那，佢離開世間936年。佢睇下自己落嚟，一個臨轉嘅經，無一個人會使聽一句，還是講一句。所以在所有人去大陸，我敢100%講，這個臨轉嘅經是 original，完整是布達嘅嘢，點解落嚟佢睇下？所以這個就是講啊，安尼哦，大人念早起甲下晡。這個完整布達嘅話，直接落嚟，無天無點。咱會知念這個經早起甲暗啊，伊有4個利益。你看，佛有教講，咱應該大日早起要觀4項。你人 especially 在這邊戒善嘅人，布達有講 ，you must meditate on these 4 things as a protection. Protection 是保護咱唔通戒善有事。而這個就是布達有講嘅話。Buddhano sati metta asubang marana sati itima chatura rakha biku baweya sillawa. 這個是布達本身嘅話，伊講一個好嘅回想。應該伊就要大日要觀這個4項，頭一項是布達努薩蒂愛觀佛，第這邊觀佛啦，真正濟人無明白 ，especially 這個有真正濟回想觀佛是啥物啊？伊人真正濟教我知幾萬個人，教濟善無着久啦，伊人實無識，幾日倒落來，伊講啊，我係先使教我觀佛。然後伊講，我問講你安怎觀？就是信佛，阿彌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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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看不出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個唔是觀佛。正布達要叫觀佛是啥物啊？伊啲必須巴嘎哇阿拉行，三馬三菩提。Vijacarana Sampanno Sugato 一行佛嘅人品，伊 character 安尼好，伊啲必須巴個話，伊是一個人阿拉行伊清白，像個白布無噴咗垃圾，清白，三馬三不多。這個路一吹着話悄悄開嘅路，無先生假嘢，伊家己4千幾劫，受苦甲100千大劫，三百伊吹着這個路 ，by himself，什麼三不多 ，Vijacarana，伊大無人嘅贏伊 ，Carana Vijay 伊地位無人嘅贏伊。其中啊，咩人講批評本未贏，亦無一個贏，and then 伊大真正完全，這個就是安尼叫做觀佛，觀伊嘅人品。人聽咗講觀佛，你摕個佛來看來想，啊，這個想唔是佛來，佛來是心是土做嘅，還是巴肚做嘅？人無明白。So when you say Buddhano Sati 就是啥物觀佛嘅完全，要好要人品啊，這個都觀着咯。所以你看布達教大你戒善嘅人 ，especially 人做 NDMC 嘅人有戒善，頭一項早起啊，少點點，
อิติปิโสเหลี่ยมและอรหังใจ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โธใจวิจารณะใจสุขโตใจจังรูปใจthen police รู้สิกาวหลังอันลุกขี้หลังจินจังเดียวหลังเท่าที่หังเตจิหังบุดานุสติเมตตาเตจิหังไอเจจูปีตังโบปวาจีเป็นเอบุตรมเสียปวาจีนะสิรังอุตมเสียชิเลจีน้อยจีกวนจูปีเขาว่าเพลงอันเขาว่ามีทางกิจกรรมคิดเส้นเตะเขาว่าคิดเสียงหางเขาว่าคิดตลกจึงจะควายหลอกได้เขาว่าหมาเขาว่าปลาเขาว่าใจทิ้งเขาว่าเกี้ยเขาว่าตะปอลังเขาว่ากบกันหลังทำให้สุรุปกวนนั่นเองมิจ้าบุดาคนหลังน่ะสิตัดตาจิตกวนนั่นเองยิ่งเส้นเตะจิตโบตัดตาหลังอุสุที่ทำไม่ได้อังบอกาโลทำไม่สุเส้นเตะพายมากระแก่ก็ว่าทำไม่สุเส้นเตะออฟฟิศกิจกรรมอุสุที่ตลอดเส้นเตะเขาแก่เส้นเตะบนเดินกุลีพันเส้นเตะอันนั้นลูกขวาจำเท้าทำไม่ตั้งสีเจ้างำช้ำเส้นเตะสุขีตลอดเส้นเตะที่เลยเสกายน่าจะโบเส้นเตะโดยสองโง่ที่ยังหัวตัวที่จงชูน่าจะโบตัดหลังโบเส้นเตะที่ยังสองเลย所以第二行不达看到身体还是咱，第三行不达讲阿苏邦，爱关阿苏邦是咩？关公，咱这个上古是拉山的物件，无达人无关，你看查某有时我记故事我亲戚一个，伊若是要出去行，达洗头毛啦，故事上个样样，金半钟。一做嘢啦咯，一踩正看，要因为无法一起头嗰种，真还没成真。你只话讲 ，beauty is but skin deep。actually 不大讲啊，这个上古害死啦呢。人看，人世间说知道落来上古害死我，我无上古，我无见识。会看知道落来有上古，无上古嘛那有会看老师还没说上古去参加要贪雷到上古所以这个上古逼咱就去参加不袂使生啊你生你当本来你可以吃好呢在规矩不可以咳嗽你讲按照你好玩呢我做你老师所以这个上古的 actually is not a good thing 所以人无被逼人人讲chấp si人狗照行同時看你行看咩你係水若古你是 miss 咪你寫啦若古上嘅15年過了你識無了你嗰嘅15年嘅他嘅15年咁太硬嘅你都出嚟了嗰嘅15年頭冇白了嗰嘅15年就凍結了你看這是不大講啊，關安尼阿蘇邦，我為人關安尼啊，水係咩啊？內面嗰啲長啊道西會冚平咗，這裡人這裡上古是一個白，地暖啦，地西啊，地熱，你話好樣我冇試過講話，嗰啲這裡上冇碰水啦，特別內面係咩？西會冚平咗。所以不大講就關了呢，他們說就關了呢。And we 世界若會去做亂，我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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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合買我，我就是跳橋死。所以你看有當時啊呢，跳橋跳樓就是他那橋較出名了，就是這個Life Rangers 來看下無人愛去了，較坎坷，這跳一桿啊較贏啊。所以你看這個阿蘇邦不大關，伊講做你關，所以約會無。佢落地擊啥咩？但係我講開性地，
对吉祥呀，对贪，这个贪也厉害，贪你本家做，那是让一个人贪的是加太死人，所以这叫阿苏邦，有得讲你那是念安尼经，你不管是你无虾米约会的人，无虾米约会的人啊，你无讲这个我爱，那个我爱，这个我爱，那个我爱。and then 签订你看你的人真正清廉 and 第四项有得讲大家人就要关死，特别大家人买关，虾米时讲所以人啊听关起来就要关死，唔使讲关死啊，有人你好上去呢，有大部讲靠包自己干嘛咯，我係成日昂我都考甲衰去，所以了嘅囡仔來咩了看。所以这里不大讲啊，看到人死是好的物件，而你迄个目标会大你讲，嗱你看迄个人死了，伊甲我差不多回声，但你是我本差不多要挖一边了，而咱虾米时你看虾米好，不大讲，你看到紧张，哎哟，虾米真正会死啊！我看到来做好了，而你若是无做好，guarantee无做人。无做人做咩？对个禽兽无鬼阿做咯，你人出家去咯，人去，这个无够管的所在，所以这个四项不得讲。做咩要谈这个，你就要念的经。我人大家就去念安尼款的经，关了了我才做神。所以只有一号款，头一号款会叫做念经。意思是要互咱会记，会记了会知伊的意思，知伊意思咱对着。过去好款的念经是真正，你人较适合听安尼款的念经。安尼虾米是？伊这个是叫做比利巴利达真经。你看大家人叫你念啦，念淡薄经好无好？要讲来念这巴利达来，巴利达是经来。这个巴利达，小人话伊人大概叫比利，伊人无叫巴利达，比利真经。这个比利呐，巴利达这句话是对像这个原因是对哪字，这个字是大，大就是讲啊，保护啊，救啊，巴利就是讲四面 all around， 所以合起这两句话，巴利达就是讲啊，保护啊，救啊，四面无冒险。所以这条最好款的真经就是人爱学是安尼啊，伊人摕最好款的经来啥讲来 bless 是互我平安。我人出家人啊，大家人要做回向啊，上到我最好款的回向啊，大家对天堂人好啊食，人无好我无通食。所以我若是食人呢，人叫我讲，师啊，到人来我来念我要入新厝啊，平安，要互我厝平安，念淡薄经，也无话讲 bless my home， 我袂使讲别啊，大家如果食了饭了，看我叫我了，袂使，所以我人大人做回向，这好款的念经，我人大人就要学加减。所以这个人 bless 就是讲互我平安，较济人爱叫虾米？你看，我这边有写起淡薄，人入新厝啊，师傅啊，我马在入新厝，对大人来念淡薄经，互我厝平安。我有人要做生意，师傅啊，我今两三日要开店嘛，新店嘛，来念淡薄经，互我生意。第三项有的人到底这边较无，你看斯里兰卡无嘛，马路高原，伊人是这个回向 blessing， 咱念这个巴利达。第四项有当时人做生日，要请回向来，回向念这个经，
เขาสิเลยหลังเขารู้จักตาจีหวยอันนั้นแล้ว有的人出世囝出世满月伊人跟请回上这个搞了什么呀爱靠回上念这个经叫做平安经有的人要去到了铁头主妇未去 especially 好家人伊人惊培准爆炸啦哈咩啦所以 bless 好啊人去了对来平安了有的人呢，伊无半项，特别讲我心里大叹啊！师傅啊，来了厝来念淡薄经，互我命个原在大叹，所以一直渐会 continue prosperity， 所以伊袂 blessing， 有的学生伊嘛就要去考啊 ，especially 像小龙啊，那呢，伊人安尼 actually 是真好的物件，伊 bless 只囡仔，互只囡仔有胆。可以让有胆，可以让唔通讲乱惊，所以这个叫做 blessing。有的人讨讲我去大陆无事，有的人念我是不要求惊，咱念这个经，他顶我才有讲，你看还没经大伫大陆真好用，还没经大陆做好用，所以这个就是叫平安经。嗰一号经是叫保护的经，保护啥讲 protect 我的经，这就本是叫做巴利达山经。这个较济是啥物啊？有的人伊的厝有鬼，所以叫发坛啊，来我厝做人啊，咱要就人念淡薄经。伊的意思是啥物啊？念这个经文啊，这个厝较平安，较无。渐出现好诶，惊看到也是我看到，所以 evil spirit 有的人呢，讨是啊，念淡薄经 ，especially 念了个无要紧，一头的讲解是哇，实念淡这个讲解，所以这个就是啥物啊？伊人惊这公头，所以这个是 protect against 战。第三项有的人啊，就惊讲啊，我出来。师傅啊，我惊要去食头路新加坡啊，大人啊念淡薄经，互伊啥保护伊，唔通去拄着小人。咱出来啲社会啊，有时这小人甲鬼人真啊，天差天甲地，所以有的人代表小囝，伊讨甲回上，所以这个不是叫 protect 我的囝，唔通讲去参着这小人。迄个点声，有一个所在维沙利是一个市场，岸遐边伊人有气氛呢什么呀？载物件载袂起，这里遐边有3个口，气氛叫温，因为温话甲是养出静，你看伊听伊讲的话，拢总遐边啊，死甲无人。头是有观察，有去台啦，买来啊死甲厝，大啲厝人死甲无人知，连烂臭啲厝，人死情人死，人叫温，然第三项伊人叫气氛叫温，个蛇。安尼少少物件来咯，真正这蛇爱去到了人渐死的所在。安尼这个有的药卡也是这外鬼较歹的，伊人有时爱食这死人食，所以到了有人死，伊人不管是爱去大迄边，所以这买沙里有这个3项，拉三呢是又青又怪，甲这外鬼。皮肤甲破病，人死真啊济，然后买来人要做，伊人叫佛去遐边去念这经，念这条经就是叫做拉特纳苏达，他等我再讲，所以这个第二个理解讲念这个巴利达就是呢是保护咱，唔通着这气氛，唔通着这个病，唔通着火灾。水灾甲洪灾，有的人本土啊，像住户之乱，保护好啊人唔通
有小贩一个住户，安尼老人知乃是较老人，伊人食个鹅是偌大，后尾这买咧小无安尼大拍，但你钱也凄惨。迄朝的时，我听讲有个人无米通食树珠，我人住咧阮厝的时啊，逐家人食树珠食到骹肿，安尼虾米说啊？有个人伊人知迄树珠是做粉的啊，伊人摕来食了，拢总会出入卫生，食了如何伊人心了骹肿，所以这有个人。渐渐听讲，我根本要失败，要离战，一般都要找平安，叫做保护经、保庇啦，唔通互我胜利，头再杀我出啦。所以一般要念这大力大，一般就无但是伊无经费上念，伊家己土司念，就是咧保护。他电话要讲啊，安怎有个人会谈，有个人袂。